2014年9月28日，香港学生与市民因不满人大常委会的政改决定，在街头静坐抗议。警方举起盾牌，释放催泪弹的驱散行动，引起社会更大反弹。雨伞成为抗争象征，运动也因此被称为雨伞革命。示威者以非暴力方式占领多个交通要道。这场运动成为国际焦点，香港前所未有的公民抗命。示威者与政府谈判多次，但分歧始终未能化解。抗争持续近80天，最终在12月15日被清场。虽未达成诉求，却深刻影响香港社会与后续运动。战中被视为香港史上第2大公民抗命，影响深远。